那怎么看说蔡总统用你的话批评别人，也不会让自己更好？对啊，我今天就是批评你啊，那就是批评你啊，那就是批评你啊。这是这样的，其实那个斗物你知道吗？这个叫言过其实。其实我一讲完就说啊，那个地方有失言，不过是这样的啊。作为我们过去都是支持小英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他把台湾带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是要能够深刻检讨。当然，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哈，总是有社会的民意嘛。他要是不服气的话呢，他去做个民调。请问民进党有比国民党清廉吗？很简单嘛，你做个民调，他自己也应该会晓得。所以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面的。我就问你嘛，你赵凤案办到哪里去了？庆务案办到哪里去了？庆务案办到连人都不见了。所以老百姓心中自然会有一种判断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人家批评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要去想想看，说，人家怎么会这样批评？他说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？我们都还是希望台湾可以更好嘛。所以我也希望说。作为过去我们也是支持小英的人，是希望说他能够反省。坦白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遍。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大概心里面想什么就讲什么话。这两个总统候选出来，真的让整个台湾，至少在我们说这种知识分子或产业界的，每一个都很焦虑就是这样。我也不认为说韩国多厉害。坦白讲，我的解读韩流是民进党自己制造出来的。所以当去年的选举，你知道民进党在高雄大败的时候，我就问嘛作为总统，你知道你对高雄那场选举你有什么反响？所以看你旁边的人就觉得说，哇，怎么会是这样？那怎么看说蔡总统用你的话批评别人，也不会让自己更好？对啊，我今天就是批评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你那个1万条香烟你办到哪里去？我们都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老百姓都在看在眼里面的。我们已经等了3个礼拜了，那看你到底想怎么办？我也知道他一定会以前那个赵凤案1000万的办法，他会丢一句说交给司法去办理，可是这不是人民期待的。不过他也说抹黑别人不会让自己更干净，所以你不觉得自己在抹黑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讲他的那个，我刚才讲的地方哪个地方不对？对啊，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，这个我们当年还是支持民进党的，但是问题是3年后的台湾都变成这个样子。特别是我作为台北市长，你知道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业务可以相关，你知道。我要讲一句话，你知道国家资源的不当使用也是一种贪污腐败，真的，这是我要跟他讲的。可是你从港湾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不是吗？好。